Hello，我係 Coco 嘅 Cyrus。大家嚟到沖繩最驚係咩呢？唔係怕曬黑，係怕落雨啊！心諗死啦，去古宇利島嘅時候得翻個灰沉沉嘅海，去賴長島又睇唔到靚日落，點算好啊？各位朋友唔好慌，雖然沖繩號稱陽光與海灘，但其實佢係屬於亞熱帶氣候，天氣話變就變，特別係梅雨季或者夏天嘅颱風前夕。如果你好不幸嚟到沖繩嘅時候，日日落雨，唔好喊，呢集救翻你。今日我會以在地人嘅身份，幫大家整理一個超完美嘅沖繩雨天方案，由行街睇魚、探險到 DIY， 甚至落雨都可以玩水嘅地方，我都會一一介紹。睇完呢集，包你覺得落雨又有咩好怕喎？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出發去第一個室內避雨點 ，Let's go！落雨天最正嘅活動係咩啊？當然係冷氣開放嘅 shopping mall 啦。沖繩呢幾年開咗好多大型商場，大到你行足一日都行唔完啊！首先介紹嘅就係 Wycombe AEON Mall， 呢個位於沖繩中部，係全沖繩面積最大嘅商場。呢度包羅萬有 ，Uniqlo、GU、Daiso、Big Camera 全部齊晒。Food court 仲有好多選擇。落雨喺度買下藥妝、衫褲鞋襪，真係話咁快就過一日啦。如果你想行得超一啲嘅話呢，又或者想揾一啲比較新、比較 fashion 嘅牌子，就要去蒲添嘅 Parco City 啦。佢就喺海邊，雖然落雨睇唔到無敵海景，但入面環境真係好舒服。呢度有好多日系潮流服飾，仲有大型連鎖書店同超級市場。最緊要嘅係佢離那霸市區呢唔算好遠，揸車都快到，搭車同樣都方便啦。跟住介紹嘅就係近年先新開嘅 Years 商場。呢個商場咧，佢嘅定位係綜合娛樂商場，佢入面有 North 各類型嘅潮流服飾、超級市場，仲有啲本地品牌。最無敵嘅一點係佢係雨天嘅最強懶人包啊！點解呢？因為 DMM Ka-Liushi 水族館咧就正喺呢個商場裡面，你可以行下街，突然話不如睇魚咯，之後直接入水族館。睇魚唔啱啊，都可以玩下貓。呢度咧都有一間近年先新開嘅貓咖啡，可以俾啲貓奴嚟朝聖進貢一下。如果你住喺那霸市區又唔想揸車，就可以選擇搭單軌電車去哥丁站，就到 Main Place 呢個商場。呢個商場咧雖然冇前面嗰幾間咁新，但係好好買，電器、化妝品、衫褲超級市場一應俱全。附近仲有名牌用品商場 DFS 免稅店。如果大家中意名牌嘅話咧，都可以去行下。以上呢幾個商場咧，我哋亦都分別拍片介紹過，有興趣嘅朋友可以揾翻我哋之前嘅片睇睇啦。最後介紹嘅雨天購物熱點就係呢個 Outlet 啦。如果你中意尋寶買名牌 Outlet 貨，就可以去豐崎嘅 Outlet。雖然佢大部分咧都係半露天設計，但鋪頭與鋪頭之間大多都係有瓦遮頭。如果你目標明確，想買平貨，呢度依然係雨天嘅好去處。買完咧直奔機場都得啊！行完街係時候去睇沖繩嘅主角魚。沖繩有2大水族館，就算出面落到傾盆大雨都好，入面都係另一個世界啊！首先介紹嘅第一間就係位於北部嘅美麗海水族館，呢間係經典中嘅經典。雖然位置遠少少喺北部，但嗰個黑潮之海大水槽，親眼見到巨大嘅鯨鯊喺你面前游嚟游去，嗰種震撼感真係幾多次都唔會厭啊！整個主館咧都喺室內，可以慢慢行。不過要注意啦，戶外嘅海豚表演，海龜館嗰邊雖然咧有部分加咗蓋，但如果雨太大或者有強風，表演咧都可能會取消或者縮短，行過去嘅時候都有機會濕身啊。至於第二間就係位於南部嘅 DMM Ka-Liushi 水族館啦。如果你唔想揸咁遠車，又或者你中意玩 IG 打卡，科技感多啲，就可以去南部機場附近嘅 DMM。呢間係新開幾年，最大特色係佢結合咗最新嘅影像技術同埋燈光。雖然冇美麗海水族館咁大條嘅鯨鯊，但佢有玻璃地板可以睇到腳下面嘅魚群，仲有得咧親手摸下啲海洋生物。仲可以近距離接觸到樹懶、迷你豬、企鵝同埋水獺呢啲小動物，真係好適合中意動物嘅小朋友啊！成個水族館咧都喺商場裏面，完全唔使驚落雨。行完水族館仲可以繼續行商場，一舉兩得 ，perfect。落雨啊，但我又想玩水，咁點算啊？朋友，其實落雨真係唔影響你玩水嘅喎，因為你本來玩水就會濕身噶嘛。以下咧先介紹一啲微雨嘅戶外活動俾大家。潛水或者 ATV 越野車，只要唔係大雨或者係雷暴或者大風浪，大部分嘅潛水鋪頭咧都會繼續出海。其實喺水裏面，你根本唔知道出面有冇落雨，雨仔依然喺度游，能見度雖然低咗少少，但依然好靚。如果你想刺激啲，可以去玩 ATV 越野車，落雨行泥路，玩到成身泥先最正啊！店家一般都會有雨衣提供，啱晒中意挑戰嘅朋友啊！如果唔想淋雨，但又想浸下水 relax 下嘅話咧，有咩選擇呢？就可以考慮溫泉或者溫海水 SPA 啦。
沖繩都有好多溫泉，例如比較出名嘅就係瀨長島嘅龍神之湯。咁佢咧有室內池同埋室外池，就算落雨都好咧，大家都可以選擇喺室內池浸，又或者咧喺室外池淋少少雨，再浸熱辣辣嘅溫泉都得。另外，我哋自己好中意嘅就係溫海水 SPA 啦。點解呢？因為呢個係着泳衣，一家大細男女老幼都可以一齊浸噶。可可咧，亦都係一放假就好中意去呢度。而我哋介紹嘅就係位於宜野座嘅溫海水水療 SPA 中心。呢個用加熱過嘅海水做 SPA，有按摩池，亦都有呢個乾同埋濕嘅桑拿房。對於舒緩疲勞咧，好有效。小朋友咧，亦都有唔同高度嘅溫水池，一家大細都啱。所以呢個水療 SPA 咧，我哋一年係去幾次噶。想了解多啲沖繩文化，雨天咧亦都係一個好機會啊！必去嘅咧就係鐘乳洞。玉泉洞咧位於沖繩世界文化王國裏面，佢係全日本最大嘅鐘乳洞之一，全場咧都喺地底嘅，冬暖夏涼，落雨咧去都冇問題。入面嘅鐘乳洞咧千奇百怪，好壯觀。至於如果想要啲 DIY 體驗嘅話咧，其實好多地方咧都會有室內嘅體驗工房，例如琉球村或者體驗王國。大家咧可以去吹下玻璃，做下啲 Caesar 嘅一啲彩繪咧，做一個獨一無二嘅紀念品帶翻香港都唔錯。至於如果一啲參觀類嘅話咧，就例如 Orion 嘅啤酒工廠啦，又或者係如果中意御果子御殿嘅紅樹撻咧，都可以去恩納嘅總店嗰度咧參觀嘅。咁咧亦都可以咧睇到佢哋嘅自動化嘅生產線，之後咧狂買手信都得嘅。講咗咁多，落雨天喺沖繩最重要嘅係乜嘢啊？就係一架車啦。如果大家嚟沖繩玩仲未租車嘅話咧，記得可以揾我哋 Kokori 啦。我哋 Kokori 咧依家有自家嘅租車服務，大部分嘅車咧都係新車或者1至2年嘅優質車，而且我哋店鋪同停車場係全室內區域，所以就算咧橫風橫雨嚟拎車咧都唔使驚啊！我哋仲會同你風雨同路，無論有咩事都好，都可以揾我哋，等我哋幫你解決，等你有一趟咧最安心同埋暢快嘅自駕遊體驗啊！賣完廣告，繼續去翻雨天方案啦。如果你係帶住小朋友嘅家長，落雨天冇得放電，你一定好頭痛啦。必去嘅勝地係灣灣啊！呢一度咧簡直係親子嘅天堂，當然包括埋大細路啦。灣灣係一個超大型嘅綜合娛樂場所，有保齡球啦、飛鏢啦、卡拉 OK 啦，仲有最正嘅話咧，就係可以買一張飛，可以揀1小時制或者全日，就可以玩晒入面嘅所有嘅運動遊戲，包括迷你足球啊、網球啊、射箭啊，或者 Lola 賽車 game 呢啲啊，全部都係室內，包小朋友玩到唔肯走啊，上車即刻瞓啊！除咗灣灣之外，我哋自己好推介嘅就係近年開喺那霸新都心 DFS 商場裡面嘅 Teamlet 啦。呢度咧絕對係小朋友咧超級中意去嘅地方啊！入面有好多沉浸式嘅光影互動藝術，最過癮你係可以自己畫畫，然之後咧 scan 喺個大屏幕度噶。小朋友咧係超中意呢度，仲有咧長嘅光影斜滑梯，所以咧係超級適合小朋友去放電啊！如果大家冇揸車嘅話咧，呢個 DFS 嘅 Teamlet 咧絕對係首選啦。咁至於其他選擇亦都有嘅，例如呢個 Y-COM 裡面嘅地球庭園或者 Lenco 嘅遊戲機中心，都有室內嘅兒童遊樂場。那霸咧亦都有一個咧約合兒童館啊，呢一個咧係比較溫馨平民嘅室內遊戲室。以前咧我哋住附近嘅時候都成日去，雖然 size 比較細，但勝在夠方便，就算冇揸車咧都容易去到啊。最後啦，落雨當然都仲要食噶嘛。以下我哋介紹嘅就係好多遊客好中意嘅魚市場啦。沖繩嘅魚市場咧，大多數都係有蓋或者室內嘅。咁那霸嘅首選當然係柏港魚市場啦。雖然規模咧冇東京築地嗰啲咁大，但呢一度咧係吞拿魚嘅集散地，大部分咧都喺室內，可以買到超平超新鮮嘅吞拿魚刺身、壽司同埋各類型嘅海鮮檔。近年喺隔離仲起咗一個新嘅 building，個 building 咧亦都有室內嘅一啲餐桌嘅，所以咧就算落雨都唔使怕。咁至於新裝出場嘅就係呢個新嘅木質公設市場啦，就喺國際通隔離，幾年前先裝修完，環境超乾淨，室內咧亦都有冷氣，一樓買完新鮮海鮮就可以即刻上2樓揾餐廳加工，體驗咧現買現煮啊！咁至於南部咧有咩選擇呢？就係呢個獅滿魚市場啦，位於南部嘅獅滿市，同樣咧都係室內嘅魚市場，呢度有好多熟食攤檔，除咗魚生，仲有焗龍蝦、焗生蠔。至於咧有啲景點咧，我作為一個在地人，一定咧要提醒大家，落雨咧千祈唔好去啊！因為咧去咗之後你一定後悔，甚至覺得嘥錢嘥時間啊！第一個咧就係名護嘅菠蘿園或者水果園啦，因為咧我哋見到之前有人介紹話落雨可以去菠蘿園，所以有一次我哋落雨真係去咗菠蘿園，結果中晒伏啊！雖然菠蘿園咧好多地方都有瓦遮頭，但可能日久失修，啲鐵皮穿晒窿啊，一路行一路滴雨，好似去咗侏羅紀公園咁啊！結果最終搞唔掂，真係要買把遮。最後仲敗走咗添。
至於另一個咧就係賴長島啦，呢個號稱沖繩小希臘嘅網紅打卡點係由一排排白色建築組成，但落雨嘅時候咧，白色嘅牆咧會顯得好污糟。最緊要嘅係佢全部都係露天樓梯或者露天茶座啊！落雨嘅時候咧，你冇得喺出面慢慢嘆咖啡，只可以逼喺入面細細嘅鋪頭度，仲要咧擔住遮行樓梯，真係隨時跣親啊！冇日落冇藍天，賴長島咧就只係一堆白色嘅混凝土，所以咧落雨天真係將呢啲景點咧喺你 schedule 度鏟咗佢啦。好啦，介紹咗咁多沖繩雨天方案，由行街 shopping、水族館打卡、深度文化體驗到親子放電食海鮮，應有盡有啊！雖然遊沖繩靚嘅陽光好重要，但係落雨天反而可以令你慢落嚟，去發現一啲平時晴天唔會去嘅好地方。下次嚟沖繩，如果真係咁不幸遇到落雨，唔好失望，打開呢一集影片，跟住我嘅方案去玩啦，包你一樣有個難忘嘅沖繩之旅啊！如果你中意呢一集影片嘅話咧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我 YouTube channel 啦，仲有分享俾你準備嚟沖繩嘅朋友啦。如果大家想知道更加多沖繩嘅旅遊資訊，記得去留意我哋嘅 Facebook 同埋 Instagram 啦。如果大家仲知道沖繩有邊啲正嘅雨天方案，記得喺下面留言話俾我知啦。祝大家沖繩之行無論晴天定雨天都玩得開心。我哋下集再見啦，拜拜。